艺人潘玮柏跟大陆主持人李晨合伙开潮牌店 NPC， 不过旗下的潮牌 MLGB 原意是 My Life's Getting Better 的缩写，却被认为涉及不雅用语，像在骂脏话、申请商标时，被法院宣告商标无效。出席开幕剪彩，潘玮柏跟大陆主持人李晨合伙开潮牌店 NPC， 经营9年时间。不过旗下潮牌 MLGB 想申请商标，却因为被认为涉及不雅用语，遭到法院宣告无效。大陆主持人李晨 MLGB 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，My life's getting better， 每个人的都越来越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MLGB 的故事。其实 MLGB 2010年12月申请注册商标，2011年12月核准，不过却又被人向商评委员申请商标无效宣告，理由是 MLGB 会让人想到不雅用语，像是在骂粗话，使用在衣服帽子上有害道德。2016年被判定商标无效，尽管提起行政诉讼，目前2审仍宣判商标无效。先前潘玮柏跟李晨才带着自家潮牌 NPC 登上纽约时装周，但 MLGB 申请卡关，是因为品牌还同时申请了草泥马中英文的商标，也被认为低俗宣传，迎合不良文化，因此被法院认定无效。目前潘玮柏和品牌都未做回应，只是粉丝很担心品牌可能因此消失。